下这个桃园是继续出动到这个化学兵来消毒，前后已经出动将近4000人，消毒得要8000届了。为了要因应到采检的需求，嘛来增加到2个由货柜处来改造的机动的体检站。另外，徛伫防疫第一线的桃园病院，嘛持续有企业捐赠到物资，早起是来收到 N95的喙安10800个，也有3台的紫外线的消毒机器人。院长嘛透过视讯感谢社会各界的爱心。菜市仔那单位和政府所在拢尽职消毒。陆军团的化学兵赛车沿路喷消毒水，桃园专区大消毒，上少已经出动3675个人消毒要8000摆。街路闹热的所在，愈爱加强消毒。另外，桃园病院最近隔离的人数变多，若过14天后，就要安排采检。指挥中心嘛，伫咧半暝啊，甲货柜改做检验站。民众采检跟布桃专案，11家责任医院都采取分流的方案，不会混在一起。会知影，本部工会4间业者拢总捐1800个 N95喙安，甲3台紫外线消毒机器人，要送去桃园病院支持第一线辛苦的医护人员。那么刚才董事长送了3个纸消灯，我想对我们现在清空病房以后呢，再做进一步的撤销，做彻底的消毒呢，有非常大的一个注意。院长齐英年用网络直播方式来接受相关的物资，也多谢各界帮忙。